吼，大家实在拢足勇敢，真大稳定啊，听人。今仔日有穿新台呢，但是吼，我啥物拢唔惊，我向前行，感谢这个稳定。咱三个做伙伫主的面前来感谢啊，相信上帝有伊上好的念力，就是伫风台天，虽然气象局吼讲甲会飞天的转地，总是圣经讲，风是上帝的使者甲奴仆。 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去成就各项关系伫这个世界的代志，所以咱要伫主的面前来祈祷、来感谢。愿上帝借着伫这款艰难的时刻内底，又愿互咱会通去明白上帝伫这个代志内底到底咧甲咱讲什么话。咱也要感谢主，因为咱有一个听主的心。圣经内底主要所讲，若有人听主，这个人是主所认捌，天父也听伊。 天父也要高举伊的名，所以咱要即时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来祈祷，为着咱伫主的面前来宣告，所有的代志拢伫上帝的管理当中，所有的困难也是伫上帝咧训练咱的时刻，咱伫这日子内底倚敬上帝，上帝就要做成伊伫咱身上所有一切的工作，甲阳光显明伫咱的身上，伊的疼痛要伫咱的身上，互咱更较侪来经历伊。 咱所以三甲做伙，同齐开声来祈祷，来感谢，献上感谢的祭，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全能的主上帝，你会听到阮三甲同在，这是荣耀的日子。主啊，今仔日每一位兄弟姊妹，伫这个时阵来到伫爸上帝你的面前，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我们伫其中欢喜来吟诗，要将一切上善恶乐荣光归于你。你是阮的主，是阮的上帝。 伫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伫你正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祝你继续引带阮，帮助阮，赐恩互阮，互阮靠主伫一切事上大有能力来见证。主啊，是风是你的使者，伫你所要去成就的事上，你亲自伫其中来成就。阮所要感谢你，因为伫你的内面，各项代志拢会真做平安。 所以我会祝我的上帝，我伫这所在仰望你的听，读到你教阮三甲徛起，赐恩引带阮，互阮进入伫上帝你的平安，进入伫上帝你的阳光，进入伫上帝你的疼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阮的主，是阮的上帝，唯独你伫你的百姓当中来成就救恩，唯独你叫阮脱离一切的死无，唯独你互阮对着苦境当中赢过。 并且得明白上帝你的旨意，我靠你，就是讲，我若求告你的名，你也要伫其中，互阮亲自来经历你的同在。你是主信实的上帝，为着兄弟姊妹生活内底所需要的，仰望伫主你的面前，为着主你伫阮当中所要成就的，仰望伫主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感谢主，将一切上善恶乐荣光归于你。 你是信实的主，要教阮三甲同在，保守引带阮，感谢主，阿乐主，你的听，甲你的百姓三甲徛起，愿一切上善阿乐，拢归于你，拢归于你，拢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祈祷，感谢主，哈利路亚。亲爱的主，阮的上帝，我要感谢你，将一切阿乐归于你，伫你的念力内底，每一项代志。 拢会当真侪美好。你是阮的主，活命的主，生活的主，阮工作的主，也是阮独爱敬拜的主上帝。阮所以伫今仔日早起，阮三甲做伙同齐进入伫上帝你的殿中。愿上帝你亲自接纳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你面前所献上的敬拜，每一个人的心备办好的时阵，对主你来领受。 活命属灵的祝福，生活的福气，伫上帝你的恩典内底，互一切拢真侪美好。因为你是美好的上帝，因为你是平安的主，因为你是看顾世间人的上帝。哈利路亚！将一切上善恶乐拢归于你，拢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感谢，阿门。感谢主，因为伊有慈爱、稳定甲疼痛。 咱来请工委兄来报告。
兄弟平安，真欢喜！咱伫即个皇台天，又愿欢喜来到上帝院所内面来敬拜俄罗斯，荣耀归主。消息报告：第一，感谢兄弟伫顶个拜日8月27为中台新学院的支持甲奉献。有缘老子伫厝的奉献的，请你招待到备奉献地，请兄弟继续关怀守望。第二，廖牧师今仔日要拜了后，伫9月初3到9月15前往中国培训侍奉，敬请兄弟一同为牧者的侍奉以及出入平安旅程来祈祷。第三，敬爱的詹炳雄兄弟，就是曾婉婷的父亲，已经伫8月29暗时归回天家，定伫9月初9拜六下午1點，伫台南殡儀館明德廳舉行日念禮拜，下午1點半舉行個別禮拜。然後前往火化，敬請兄弟一同參加安慰遺族。第四，9月17要拜日將舉行秋季聖餐主日以及洗禮式，願你接受洗禮者，請向牧職同工報名。已經報名受洗者有吳晨曦。第五，9月18到10月27，教會配合全國祈禱網絡推動。像 SHI 小林高強度正式訓練，每日熟讀7章的聖經，每週3頓為國家敬謝祈禱，每週安息日禁用3C以及社群媒體，敬要兄弟當來操練，願你一同參與者請教交代的登記。第六。溫感福音演唱團隊定伫9月30禮拜六伫高雄文化中心記得堂演出福音戲劇《女人的故事》，暗時6點半入場，7點開演。歡迎兄弟自行上網絡買票前往聆聽，並介紹朋友參加。詳細請參閱公布拿。第七，10月14禮拜六上午10點，鳳山聖教會將舉行新堂獻堂禮拜，以及柯福文傳道的暗幕禮拜，敬請兄弟一同前往。當上主恩要參加者，請到招待的登記。以上報告，咁補充報告。還有親愛兄弟，迄個。牧師哦，今仔日原本是今仔日要出門，但是飛機已經取消啊，因為風颱來，所以呢可能會到拜一還是拜二才可以出門。所以請為着牧師的行程祈禱。感謝各位對着宣教事工服侍的支持，感謝主。好，咱把時間到，平安。哈利路亞，阿門。上帝永光充滿咱的聖會，上帝的眼目遍查全地，要使阮予遐個心存敬畏伊的人，阿門。咱就同心來學咱的主上帝，請起立，因為咱是一群予上帝所揀選，蒙了聽頭，予主保守的一群眾百姓。掌管你我生命方面的主宰，咱
味，伊是掌管宇宙的。我主，咱的君哦，咱的王着跪拜伊。我主，咱的君哦，伊的万世你看无比。嘿，咱就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如意款待世间，咱就出感谢。咱就今生日升天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就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命的主。阿门。咱就活好好等来交俾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咱的主哦，咱的荣耀归拜伊。我的主，咱的主哦，伊的万世你看无比。咱就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就出感谢。咱就今生日升天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哈利路亚！伫阮献拜的时阵，主你管握你的亏难，互你的敬拜神。阮伫遮敬拜，有就是出去要来宣扬你的美好。哈利路亚！由主搁再一摆，阮伫学乐的时阵，你三甲阮三甲徛起，唱出阮充充满满的快乐，继续为你来传扬。咱就当心学乐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命的主宰。咱就活好好等待交俾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咱的主，咱的君哦，咱的荣耀归拜伊。我的主，咱的君哦，你的万世你看无比。嘿，咱就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就今生日升天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继续来学了，嘿，咱就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命的主宰。咱就活好好等来交俾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咱的君哦，全体荣耀归拜伊。我的主，咱的君哦，你的宽恕你看无比。咱就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就今生日升天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我的主，咱的君哦，咱的荣耀归拜伊。我的主，咱的君哦，你的宽恕你看无比。嘿，咱就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就今生日升天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我的主，咱的君哦，咱的荣耀归拜伊。我的主，咱的君哦，你的宽恕你看无比。咱就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就今生日升天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伊是咱的主上帝。拍手啊，感谢伊，伊是咱的
主上帝，哈利路亚！万关联的主啊，感谢你，你的关联，哈利路亚！你继续要用带阮行伫一个疼的路。咱要唱出疼的歌，《爱之歌》。你会听，要学了你会听，永远无变换。讲起你奇妙作为，万民着敬畏。我要感谢你会听。阮开这大，一生好你带。主天宣扬你公义，全地当声音。嘿，天台先到最根正，你当作天下。我要对求你主爱。大主宰，阮的门已经开，退回去听开。嘿，我要了你会听，永远无变换。讲起你奇妙作为。万民着敬畏，我要感谢你会听，做你君我，想起你恩典这大，一生好你带。主天宣扬你公义，全地当声。天光带阮行。
的人生。咱甲边仔讲一下来，感谢主，互你我有灿烂的人生。哈利路亚！哦，主感谢你，因咱是受着疼的这个催逼，也是受着主的疼的引带，咱甲这个疼痛的好消息，甲人讲，虽然有时流目屎也争气，总是咱有信心。的确，五谷要收转来。咱看见教会很重的时阵，非常的感谢，就是有侪人拢进来教会，有时行过入来嘛来教会，佫有人会答应讲，我要来追求问你这个福音，问你这款的你的喜乐的缘由，吼，这是咱的相存有备。互咱会当什么时阵收割，中地就互咱快乐来做收割的工作。咱爱知影，现处时就是这个时刻，咱要甲五谷收转来，阿们。透早起也好情，用日来到天星，用到起也好情，到暗也袂停。天空五谷星星，日来天后收成，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转来，五谷收转来，五谷收转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转来，五谷收转来，五谷收转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转来，好天气也好晴，天气梦啊热心，为好快活风雨。要继续进行，你若重新做工，将来好好修成，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转来，五谷收转来，五谷收转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转来，五谷收转来，五谷收转来，大家欢喜快乐。咱来祈祷，咱来祈祷为着你的福音朋友，咱叫做 best， 咱叫做 best， 就是你福音的朋友。为什么人咱爱为你领袖来守望？请来祈祷。全家里面都要被主得着，都要被主着，所以我是我们的邻居，都是我们的好邻居，都要一起都要得着这福音的好处。主啊，你赐给我们有你的美善，有你的美善，因为行善的是属乎上帝，那个行善的是属乎上帝。主啊，我们会当将你的福音好好来报传，互厝边隔壁，无论是住伫近近的还是远的人，拢通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感谢上帝，将因的灵魂交代伫阮，互阮有机会。也上做准备，将福音广传，将福音的经济来压到人的心灵内面。你来叫伊成长，有人野性，有人决压，落到野花叫人成长来。天也好晴，用日来到天星，用到天也好晴，到晚也袂停。天空五谷星星，日来天后收成，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转来，五谷收转来，五谷收转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转来，五谷收转来，五谷收转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转来，为你起也好情，为主乐好情情，暗中水流目屎，心事上也细。人人做做清楚，主必欢喜召开，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转来，五谷收转来，欢喜跳跳，五谷收转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转来，五谷收转来，五谷收转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转来，每日起也好情，为主乐好情情，暗中水流目
心心上也细，人工做最清澈，主必欢迎将来，大家欢喜快乐。咱做来拍鼓啊，来感谢，欢喜拍鼓啊，我歌手回来，我歌手回来，大家欢喜快乐，我歌手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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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至圣的主上帝，感谢你的听堂，甲阮三甲同在。每一个日子拢是新的，你的信息广阔，极其广大。你的慈爱怜悯，甲你的百姓同在。你是阮的主，阮所有一切好处，拢是伫你的内面才会得到的。主，照你的应允所讲，你会当互阮对苦境转回，你互阮软弱成做刚强，你互阮欠缺成做富足。当阮诚心求告你的名的时阵，你要用你家己的奇妙来引带阮。君王靠你的话，城门得到坚固，百姓甲你同行，对你得到活命。你是阮的主，你保守引带阮，阮信靠你，毋是要得到阮的满足，阮倚靠你，是要互你通过阮的生命，见证上帝你的能力权柄，掌权伫全地之上，也要互阮诚多你手中荣耀的工具，互阮因为甲你三角同行，阮就对你来得到永远的活命，并且伫地面上活出上帝的权能，活出上帝的同在，活出上帝你的丰盛。唯愿你伫你的百姓当中得到完全的阳光，互你的名伫全地透过阮甲你三角同工，透过你来录用阮甲你的名见证伫全地，人也要对阮的身上来看到，耶和华上帝真正是万神之神，万王的王，全地的主。感谢主，听阮的恳求，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搁再一届用上大的掌声来归荣光予咱的上帝。同齐来上读诗篇23篇，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精英，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命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住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每一时刻拢是平安的日子。咱通用着上帝大管灵，上帝话语来管握这片土地。咱要来交托上帝的话，第36篇。耶和华，我对深处向你求告。主耶和华，你若是要来纠察罪孽，什么人会当徛得住呢？但伫你有赦免的恩，要互人敬畏你。我听候耶和华，我的心听候。我也仰望伊的话。我的心听候主，赢过
顾暝的天后天光。看赢秀美的天后天光。以色列啊，你着仰望耶和华，因伊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阿门。下面时间请牧师。咱请先掀开周报第4面，咱要同齐做伙来读。今仔日主要的一段几段的经文。以弗所书2章1节到5节，以及提摩太前书1章12节到17节，以及希伯来书5章4节，咱同齐做伙来上读，请。恁死伫过犯罪恶之中，伊互恁活过来。迄时恁伫其中做代志做人，随趁今世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伫背逆的囝心中运行的邪灵。咱早前也拢伫因当中放纵肉体私欲，随着肉体甲心中所喜爱去行。本是可怒之子，甲别人同款。总是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因伊疼咱的大爱。当咱死伫过犯中的时阵，就叫咱甲基督同齐活过来。恁得救是本伫阮。我感谢迄个互我力量的咱的主基督耶稣，因伊掠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伊。我早前是亵渎上帝。昆着人的、侮慢人的，总是我也是忘了怜悯，因我是无信无明白的时阵来做的，并且我的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互我伫基督耶稣内面有信心甲疼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话是通信的，是十分通佩服的。伫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总是我忘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伫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伊一切忍耐，互后来信伊得永生的人做帮犯。但愿尊贵荣耀归予迄个未朽坏、未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大祭司的尊荣，无人自取。唯独爱望上帝所调，甲阿伦同款。咱搁再一摆三甲阿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主上帝，你会听，甲阮三个同在。伫这个稳定的日子、阳光的时刻，你亲自引带阮进入你的丰富。愿将着今仔日这段时间来奉献，并感谢伫主你的面前。天父，你亲自引带阮，赐恩予阮。互阮伫主你的内面受圣灵的引带，叫阮伫主你至圣的真道内底来忠进。主你亲自运行伫阮当中，教示传讲的人，互传讲的人、甲聆听的人，拢总得到上帝你的造就甲祝福。愿仰望你，引带赐恩伫阮下面的时间，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上帝的听堂，伫伊有稳定的丰富，并且伫伊的听内底，咱会通经过日子，满满得到伊的祝福。这是我所定的日子，虽然讲有一个这探过台湾中心的这个风台，总是伫上帝的听内底，今仔日咱还阁是非常的平安，并且呢，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你听主上帝的心，上帝拢总知来甲伊讲。阿免，真正是安尼哦。所以上帝互咱伫伊的内面来领受即一份的疼。人个讲古早的时阵有一首迄个流行歌安怎讲呢？讲蒙阿波嘛敢去，是安怎蒙阿波嘛敢去？着爱到遐的时阵蒙阿波嘛敢去。所以咱若有爱上帝，咱若有听上帝，上帝的确会伫咱的身上来显明。圣经讲，若有人爱上帝，这个人是上帝所认捌的。
真侪这个基督徒伊有真侪的祝福啊，有真侪恩典，并且伊也有真侪的身份。咱伫咱的活命内底，咱会当看见，耶和华上帝怎样透过伊家己的恩典，将着逐样的身份赏赐互咱。我过去的时阵是疗养说因后生，啊疗养说伫倒位啊？哦。我形容煞讲奇怪，阿娘会无落来，是怎发生啥物代志安尼？啊，好，感谢主。啊，所以呢，了后渐渐大汉，我就成做老师的学生。了后呢，渐渐搁大汉，啊，我就成做陈瑞兰因翁。啊，了后的时阵哦，搁读册毕业啊，就成做安乐圣教会传道啊的牧者。所以呢，伫这当中呢，迄个身份。有一直改变，但是身份嘛安怎一直有增加。过去的身份敢有因为我是陈瑞兰的先生，所以疗养说因囝的这个身份怎安怎拍无去？袂嘛，是增加，毋是减少，嘛毋是换去。所以咱的活命内底有真侪上帝的祝福，每一个身份的家庭。其实是加一个祝福，毋是加一个重担。来，甲身边兄弟姊妹讲，家庭身份着家庭祝福，甲伊讲来。所以上帝是欢喜，互咱对伊的内面领受更较侪、更较侪稳定甲祝福的主，咱的上帝。所以伫咱的活命内底啊，咱一定的确爱斟酌注意，怎样啊用咱的活命甲上帝三甲同行，身份。会有更新的增加，并且这身份会愈来愈真侪咱的祝福。上帝加添互你一个身份，就是加添互你一个祝福。虽然伊有相对的这个责任，但是你会通了解，迄个责任其实透过你着爱有迄个身份，你毋才有迄个责任。所以当你迄个身份若有去做的时阵，人就会对你的身上来得到祝福，你家己嘛会得到祝福。咱来看这个人，或者这个人，这叫做彭文慧。彭文慧呢，伊自少年的时阵，伊就来到台湾，伊伫迄个所在，期待将着家己的一生奉献来伫为着华人社会来服侍。伊原本要到中国，但是上帝引带伊来到伫台湾，要伊伫台湾遮尼久的时间，所以呢，英文姐啊吼。甲伊颁一个护照来送互伊，哦，啊了，互伊安怎成做正港的台湾人，哦，所以原本伊安怎，伊毋是正港的，人伊是啥？是美国人，但是呢，伊今仔日加一个身份，所以呢，伊安怎有两个身份，哦，所以有两张护照，哦啊，伫你的活命内底，伊安尼的时阵是因为安怎？伊做真济的代志，伊为着台湾。贡献了伊一生所有的青春，并且造就台湾真济这学生对着英文产生兴趣，也用到这个英文会当伫迄个所在来和世界接做伙连接起来。彭文辉老师伊用英语教学陪伴台湾人，用歌曲来传福音。所以每一年内底呢，因拢会办这个英语教学，大家说英语，还是有一个或者 advance 发现，哦，这个当中，伊伫迄个所在，伫遐呢三甲做伙来举行这个全台湾性哦收听英文广播，尾来时呢变做电视，到伫即马伫网络内底嘛，抑佫有，所以呢，伊就用这个来传福音，来举办听友会，同齐做伙来。和这个广播的人员，还是电视的人员，三甲做伙见面，伫个所在也甲福音带予台湾的百姓，用歌曲来传福音，互台湾和世界同齐接做伙，对着台湾有非常大的贡献。伊因为遮尔大的贡献，所以呢，英文姐啊，伫迄个时阵，甲伊颁一张护照互伊。我有诶时阵想讲这个代志，吼，实在是真无简单伫空中这样的得到。但是咱看彭老师伊过去的时阵是安尼，但是咱这个人的确甲伊是无共款的。总是咱有一寡身份的家庭，
圣经伫即个所在啊，咱谈拄则所读的以弗所书迄个所在讲一个代志，讲过去的时阵咱安怎？过去伫咱的活命内底，其实咱的身份是无甲偌好的。圣经讲，我死伫罪恶过犯当中，伊互你活过来。迄时我伫其中做代志、做人，随趁金世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今仔日伫背逆的囝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我过去嘛甲因共款。你知影古早人讲一句话，讲做贼状元财。做贼状元财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讲哦，做贼仔的人吼，若无足巧的吼，安怎？做贼仔原来用掠着啦，吼，做贼仔原来去用掠着。我算原来是做贼仔的人。我甲你讲一寡，毋是甲你乒乓讲吼，我外交做贼。古早的时阵吼，伫阮兜，阮爸爸做生意。阮爸爸做生意的时候，古早迄啥，迄个差不多。你看我读小学的时阵，我即马60岁，我读小学的时阵才有10岁，所以50年前。50年前的时阵吼，阮老爸做生意，就是咧做菜市仔生意，所以呢拢会伫迄个所在有迄个金钱的出入。然后阮会记了，我阿娘搁咧甲我比啊。所以咯，伊就伫个所在哦，伊会甲迄钱哦，用的拢囥伫落地啊。迄阵阮兜吼无啥物或者零用钱啦。无零用钱所以阮就无。但是囡仔会爱读迄落，会爱有零用钱嘛。所以我就伫个所在就去摕零用钱。头先的时阵摕10箍，古早的10箍其实是足大元啊。但是迄10箍渐渐我就无够我开啦无够我开的时阵我就会愈摕愈大张。到尾迄阵的时阵上界大张或者100箍。或者青仔粽，你知无？古早的时阵100箍青仔粽，50年前50年前。了后你甲这100箍你若甲伊入伫你的课本内底，这老爸去凊彩显嘛显会着，伫你的谱内底，还是放伫册包内底拢会嘛着，拢凊彩显，拢凊彩着。所以我无遐戆，我足巧呢，你知无？我学一手好功夫，我甲你讲，迄功夫安尼摕起来的时阵着对这甲刺咧，对角甲刺咧。你要甲加练，加练了后咧，安怎样呢？就食这三只有无？三只这毋是有一个车边的所在，着甲迄个车边的所在怎挂开，着甲撑入去，撑入了的时候，甲拍打咧，安尼因为古早拢穿啥物？穿卡其衫嘛，卡其衫的时阵无像这讲这插入去一定看到啦。迄卡其衫撸入去，卡其衫佫厚，你知无？青仔粽一张就遮大张，安尼撸入的时阵，菜你甲拍拍，阮老爸找拢无。但是伊就是伫个所在伊就是甲迄钱奇怪，伊算过来暝奇怪，咱逐暝拢减100箍啦所以时阵伊就甲阮阿娘讲，伊就讲你甲我记偌济了的时候，佮记原子笔伫个顶悬甲偌济钱甲写去，结果迄一工暝转来的时阵就往电啊，阮老爸伫阮咧困的时阵三个拢叫起来讲到尾来的时阵，我安怎？我讲白惨面拢袂红的呢，我无甲你骗。了的时阵我是互阮大兄一句话甲我讲一下我怎好歹势莫安尼。阮兄哥讲一句话讲因为伊家己无摕，阮兄哥比我加足老实的，甲即摆嘛是啦了后伊就讲恁两个啥物人共体紧承认啊，莫害我搁互讲啊所以迄时阵我怎？好啦，我就讲我摕啦，阮爸就讲摕去伫倒，我就讲伫这内底食啦。毋是一届啊，所以做贼状元财，你知影圣经讲这个啦？圣经讲这做背逆啦，或者活伫罪恶过犯当中。咱人过去的时阵其实嘛是，你检测无亲像我偷摕钱啊但是咱的心中内底有真侪咱家己的想法。咱也会有的人做生意就伫个所在做生意的时阵就一定我会趁足济，我会当侵占别人。伊就是开4000块，我一定甲伊刣3000块，无我就甲刣2000块，我刣甲安那流血流滴。伊趁4块，我嘛要干那，互伊趁5角就好啊。所以咱即款的，就是一直要甲人摕，了呢为着家己。
亲像咱教会有一个家庭内底，因去阿公租厝，边个厝拢租租万通箍尔，但是因着租15000。即摆时阵看因生意好诶时阵，佫要甲伊讲要起到2万。你会发现哦，亲像过去中间遐伫即个永华路迄阵咧开明珠餐厅诶时阵，嘛是做了真好啊。了诶时阵就是厝租安怎，嘛是怎啊规个家己起来啊。哦所以人即摆中间遐哦改变想法，愈做愈实在。所以你会看到哦，真侪时阵哦，人看咱，还是咱看人，咱拢会为着家己的利益咧拍算。真侪时阵圣经讲啥？讲咱甲因共款啊。检查即项咱无做，但是迄一项呢，咱有做。所以久笑比无尾，比笑久尾短短。所以50步笑100步的。咱总是上帝，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啥？上帝今仔日用伊极大的疼痛怜悯咱。讲伫以弗所书这个所在2章40讲，总是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伊大大的疼痛，当咱死伫过犯当中的时阵，就互咱甲基督同齐，搁活过来。咱注意斟酌一项代志，就是死亡讲到有几项代志。第一，迄个死亡内底，就是讲到含上帝隔绝。咱无搁再听上帝的话，或者是咱根本都无在意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一直伫圣经内底，但是我有去甲读无？我虽知上帝讲的，反伊讲的啊。我拜上帝都毋是要听上帝的话，我拜上帝是要上帝赐福互我尔，我咧听伊的话。安尼咱就是甲啥？甲世间人共款，拜财神爷，就是上帝你爱甲我照顾，我有拜你算你有好，我拜你算甲你足尊重安尼。安尼的时阵，这就是叫做甲上帝隔绝。但是信上帝是要听探上帝的话，毋是要互上帝来满足我的欲望。第二，一个死去，圣经咧讲，咱死伫罪恶过犯当中，无权无分纪念的人生，无论你安怎样拍拼，你就是互你用到有遐尼济产业，目睭一直客气的时阵，请问你敢有早走啥物货？无嘛。一世人劳苦，就安尼遐命，早袂去。所以圣经内底讲一句话，主要所讲，人虽然伫伊的活命内底积聚真济丰富，但是伫上帝面前无受纪念，因为安怎？伊因为干来顾着家己。咱教会有一寡兄弟姊妹，实在互我足感动的。或者了，咱教会内底有一个咱亲爱的同工，伊每一个月去摕3000块，互牧师讲，牧师你去帮衬遐送香的人。了，咱进前的时阵，咱有阮邻姊妹，当伊伫欠亏的时阵，逐个人三甲做伙甲伊奉献，伫一个礼拜内底，就完全甲伊的需要拢照顾着。亲爱兄弟姊妹，咱虽然做的无济，但是当这做伙积聚的起来的时阵，咱就伫上帝面前来得纪念。所以你是一个有权有分有纪念的人，你伫这个事上三甲做伙参加伫其中，参与伫其中，上帝就纪念你。但是咱若毋是照上帝话去行去做，咱独干那顾咱自身的时阵，咱无顾惜着别人的时阵，到尾手的时阵，咱就是无权无分无纪念。咱就是拍拼到落尾，等于上帝伫遐的时，等于到上帝遐的时阵，你会发现上帝讲：你啥物人啊？我甲伊讲，我了无你身呢？上帝讲：你是谁啊？我伫安乐新教会做牧师呢。安尼嘛。是吼，歹势我毋捌你呢。所以你了解，这叫做无权无分无纪念。人伫若是拍拼，无去照顾着别人，敢若独独为着家己一身的时阵，安尼伊其实是无权无分无纪念的。总是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咱是安怎受上帝所疼惜，是上帝所引出来。上帝今仔日拣选咱。甲我对着罪人的身份，虽然如果像我这么歹的人吼，像我这么害的人啊，上帝都也会当录用我。那安尼你比我这么好的人，上帝的确搁较会当用你啊。重点是咱愿意互上帝录用也无，重点是咱愿意互上帝录用也无。
互上帝录用的时阵，检查会经过真侪困难，但是上帝一定会录用你。古早的时阵，我听一个牧师讲到，因住伫山顶，了住伫山顶的时阵因为因咧山顶原住民的所在，因为山顶有泉水，但是因迄个礼拜堂遐无泉水，所以一天的时阵伊就去山顶测竹啊。了伊看迄竹啊水甲呢，伊心内底就怎啊伫迄个所在想讲这竹啊遮水，安尼甲测落来，就无差伊啊，总是讲为着迄个所在为着礼拜堂要爱有水，所以就甲迄竹啊测落来。测落来时阵，伊想讲这竹啊，互我测落来时阵，毋知足疼无？我甲伊讲，树木会疼呢，毋是袂疼，是咱袂疼，毋是伊袂疼。你甲测落的时阵，竹啊原来会流血呢。你甲伊看迄竹啊测咧会流接出来无？会疼。你讲你会疼，我袂疼你哪会知影竹啊会疼？我认为竹啊是会疼，伊是袂哀尔，毋是袂疼。所以你啊看，我甲你争一个，你会疼，我讲你会疼，我袂疼，是你袂疼，毋是我袂疼。所以咱会当去斟酌上，所以迄个人甲竹啊测落来了伊就感觉讲这竹啊来测，我种感觉伊可能会真疼。所以要测的时阵，伊就讲伊讲总是测落来测落来怎啊甲伊放伫遐咧？放伫遐就无路用啊！伊就安怎？甲迄竹啊竹车出来的时阵，对迄竹啊生出来遐竹车全部拢甲伊收咧，下掉。安尼的时阵，一支竹啊滴，水。总是伊收到遮的时阵讲这袂当啊，这爱搁安怎？爱搁甲竹啊安怎？爱搁甲竹啊有一目，爱甲伊目一节，迄个目安怎？弄互伊空气啊！迄内底迄个目爱甲伊弄互伊空气嘛，毋则我倒渗水。迄弄毋是干那迄个牧师出力尔呢，迄竹啊嘛伫啊。了，你敢有？你有听到竹啊会哀无？我讲竹啊，你甲伊弄咧嘛，弄咧哭。你话哀甲足大声，是你听无尔。所以竹啊怎啊伫个所在安尼甲伊用测过来支竹啊，了到伫上路尾手的时阵伊搁甲伊撸转来。更了到伫礼拜堂迄个所在，一支安尼一直接，亲爱兄弟姊妹，竹啊错落来，爱甲伊的车甲伊卸掉了后，迄个目爱搁甲伊弄互伊通，水才有法度接倒转来到伫礼拜堂。同款，咱的人生也是安尼，咱爱受过上帝调整甲训练，上帝伫咱的身上看到有一寡物件无真好。上帝就会甲伊除掉，或者是毋是无好，是为着要更加互咱会当成做人的祝福，所以上帝就爱甲咱身躯一寡物件甲伊摕掉，安尼咱才有法度真正成做人的祝福。所以咱受上帝来竞选脱离死亡，恢复活命。虽然看起来亲像是死去，但是实际上是啥？是活起来。只有咱会当进入迄个路用，若甲无上帝创造咱，就真可惜去。咱到伫路尾，只是奉献咱的生命，互这个世界，互这个世界甲咱拖磨时间，拖磨了去。咱其实上界重要是来敲吹，来询问上帝，主啊，你伫我的心中有啥物计划？通过我遵守上帝的话语。我大声去行去做，明显的代志我来做，我会当用着和平的言语，甲别人相甲做伙交陪。我会当用着疼心来关怀遐比我更较丧向的人，就亲像基督做伫我的身上的迄个圣洁的上帝来关心我这软弱无能力的人。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安尼。所以，咱对上帝得到的祝福，是为着要去看顾别人，去照顾别人，迄才是咱受创造的目的。咱有这款的阳光的身份。圣经内底伫这所在讲，咱受上帝拣选，将面咱的生命恢复起来，真正产生伊的路用。第二，咱就是咱甲上帝好好，咱会当正做一个一个模啊。上帝若会当甲咱好好，上帝嘛会当互别人。甲伊好好，
但是上帝透过什么款方式来做这个代志呢？保罗伫这个所在对着咱提醒讲，伊互咱活过来了，伊甲这个提摩太讲一个代志，讲过去我伫迄个所在，亲像遐做歹的人，总是伊对着提摩太这个少年人甲伊讲。我感谢迄个家庭，互我开来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伊掠我做有忠心，派我来服侍伊。古早的时阵，我是亵渎上帝，昆着别人，侮慢别人，总是我也忘人民，因为我是无信无明白的。但是保罗伫这个所在讲，我安尼来做的时阵，总是我也忘了人民，并且圣经讲啥话？保罗伫这个所在来讲一个代志，总是基督，互我伫伊的内面会当。有这款的疼心甲信心，我望人民神的基督要伫我这个罪愧的心上显明伊一切忍耐，互遐信伊得永远我的人做模范。亲爱兄弟姊妹，我甲你讲我的专注，毋是咧甲你讲我有外交，还是我外交做歹，毋是。我要是甲你讲一个代志，亲像我遮尔歹的人。上帝都会当学我，都会当录用我，显明伊对我的疼痛、宽容、忍耐。若要算歹的代志哦，抑个真侪通去算。但是上帝却是因为伊的疼痛的缘故，宽容、忍耐、听候，到我愿意讲主啊，我伫遮求你录用我。是伫即款情景内底，上帝伫这个所在，要甲咱证明讲，咱甲上帝和好，上帝伫迄个所在对咱宽容忍耐，上帝是用即款的疼。如果伊会当对了某人即款的宽容忍耐听候，那安尼，上帝同款会当对你宽容忍耐听候，疼惜照顾夫妻。无论你过去偌尔啊歹，上帝今仔日拢会当接纳咱，因为伊是疼的主，伊引带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受主拣选脱离死亡，恢复咱受创造的目的。咱的了解，毋是为着要去和人评判咱的歹，是要去甲人讲，亲像我遮尔软弱、遮尔歹的人。上帝都会当疼惜我、照顾我，何况上帝敢会当疼痛你、照顾你呢？所以，伫上帝恩典内底，伊阁将逐样的约赏赐予咱。过去咱的人生是伫迄个所在算当别人的，但是上帝今仔日将伊的约赏赐予咱。伊对着咱讲，咱就要孝敬父母；伊对着咱讲，咱就毋通杀人。伊对着咱讲，咱就毋通奸淫，毋通讲白杀，毋通去偷窃，毋通去贪心别人的物。当这上帝话刻明伫咱的心中，咱真正会当有能力去行去做。过去咱嘛知影遐代志，但是咱无能力去遵守。但是今仔日圣经讲啥？因着圣灵甲咱三甲同在，咱就有能力赢过遐。总是毋是一届赢过，就拢算全部赢过。戒毒川刘明和牧师来到咱当中，甲咱分享见证的时阵，伊捌讲过一句话，毋知你还记哩无？伊讲戒毒的人，食毒戒毒的人，伊虽然今仔日戒毒，但是伊明仔载就袂食毒啊吗？伊有完明仔载，抑阁有可能会去食毒。伊必须要搁安怎？搁戒毒。戒毒是啥物时阵的时间的代志？是今仔日，还是后礼拜，还是后个月的代志？还是明年？我若是今年2023年，我规年拢总无食毒啊！安尼我是毋是戒毒成功啊？刘明和牧师讲毋是呢。戒毒是啥？一世人的代志。我即届食毒，我虽然正月初一食毒，我甲12月31拢总无去食毒。甲明年的正月初一，我阁无食毒，安尼我戒毒成功啊？伊讲毋是，伊讲呐，
伊讲可能正月初2我会搁去食。所以迄是安怎一世人的久，但是伊赢过迄个毒的瘾伫伊内底，迄款的气力是对倒位来？伊嘛知影袂当食毒啊，总是伫迄个所在知影一项代志。伊讲啥物？伊讲每一届我若是要想要食毒的时阵，我就是倒转来到上帝面前，祈祷上帝你来帮助我，互我会当赢过这毒瘾。所以戒毒是一世人的久。咱人的活命嘛是安尼，咱伫咱的人生内底，你可能我可能咱无食毒，但是有的人安怎贪心啊，真容易贪心。甲人贪人一生5年吼，嘛是安尼足爱贪的。有一届我看一个人吼，伊伫迄个所在吼，去菜市啊。我去北京的时阵吼，有一个人带我去菜市啊。了后去菜市的时阵吼，买一寡海产啊，要煮来食的时阵，伊去的时阵，总啊强啊买吼，买了的时阵，伊就开始用牧师啊，你看哦，我甲伊抬介绍。了后就伫个所在抬吼，我发现因咧抬介绍嘛，抬了足凶。伊伫个所在吼，买200箍，200箍超900箍的虾啊，了虾啊我人袂使买，了伊就甲伊讲，头家啊，150。伊讲你抬了伤凶啊啦，砍得太厉害了啦。伊讲150就是150，你这个东西又不是特别好，伊就甲伊伫遐回足久。尾仔时阵讲，若无直加180甲你买，哦，迄个头家哦，伫迄个所在讲来讲去，讲就180，结果时阵伊就摕200箍互伊，200箍，伊就摕迄物件了，伊就带我要走啊，我甲伊讲哦，伊还袂走你20呢，伊讲牧师，我甲你讲啊，我只是爱含伊上杀安尼尔啦。20箍互伊啦，人个200箍爱用趁，就爱用趁，安尼知无？哦，所以伊就是干那要甲伊抬介绍安尼尔，抬互伊讲伊介欢喜诶。伊讲以前哦，我拢安尼动抬嘛，我即马信主耶稣了，我拢感觉哦，人趁诶也无偌济啦，哦，莫讲抬了伤厉害啊，抬甲老血老弟安尼。亲爱兄弟姊妹，上帝祝福互咱，伫今仔日诶时代内底，咱会当互人诶。我毋是讲吼，咱拢袂当甲人出价，毋是这个意思。我是讲有诶时阵，人该爱趁，就爱互趁。吼，求主帮助咱，这才是一个安怎，互主精选定心活过来诶人。总是上帝今仔日呢，互咱有一个积分，咱会当成做一个好诶祭司。圣经伫这个所在，甲咱提醒讲啥物呢？讲上帝今仔日是安怎，要将迄个互人甲伊好好的迄个积分来赏赐互咱。咱今仔日咱斟酌来看，咱今仔日有一个甲人好好的责任啊。如果有人过去对咱有误会，如果过去有人伫咱的心上有啥物款其他无好的代志，咱伫迄个所在含伊捌安尼烧骂冤家过遐个感情拢切甲断甲离。圣经讲，上帝将迄个好好的积分来赏赐互咱，咱需要伫上帝的听内底来显明这一部分。好好的积分是祭司的积分，祭司的积分有一个真大的稳定甲疼痛。保罗对着提摩太来提醒一项代志，伊讲，咱爱斟酌上帝给我的稳定。这个稳定，咱伫个所在怎样透过上帝所赏赐互咱的？如果过去咱伫个所在亵渎上帝，今仔日咱就爱重新倒转来伫上帝面前来甲上帝三甲同行。这是一个好好的责任。上帝赏赐互咱有后生的身份、查某囝的身份。上帝赏赐互咱伫教会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责任，或者祭司。祭司伊管理敬拜，所以咱需要会当学习。彼得特别对这个代志，佮有一个提醒，讲：独恁是受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上帝圣洁的百姓。
所以咱今仔日受竞选，上帝对所有竞选的人，原本是竞选一个民族，但是买手的时阵，佮对迄个民族内底竞选一群的人，迄群的人即利未人，即个族群的人伫迄个所在，因为因甲上帝有同款的心思意念，愿意拒绝罪恶，上帝就使用因，特别竞选因，成做服侍上帝的族群。今仔日咱对万民当中受上帝所竞选，上帝又搁将迄个互人的好好的积分赏赐互咱，咱成做君尊的祭司。所以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你是一个君尊的祭司，甲伊讲。君尊的祭司管理着礼拜逐项的代志，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同齐做伙做礼拜。咱同齐做伙做礼拜的时阵哦，包括啥物货呢？咱同齐做礼拜，包括着咱怎样伫上帝面前三甲做伙，同齐用心来吟诗唱歌。咱会当三甲做伙吟诗唱歌，所以咱牧师嘛是真期待甲盼望，咱伫吟诗唱歌的时阵。有的人会安尼感觉讲，迄唱歌牧师还袂讲道咧，安尼毋免去。听下牧师开始讲道的时阵，我才来。亲爱兄弟姊妹，做礼拜一个完整的礼拜，是对礼拜六阴暗的开始啊。会较提早困，备办好，早仔起来，甲咱的衫裤打早互伊好势，了后咱同齐做伙来。所以是。准时来，提早来，有真侪兄弟姊妹拢安尼行，拢安尼做。你知安尼时阵哦，其实咱做伙敬拜迄个快乐、集体的恩膏，会搁较济奉献伫上帝面前。哦，所以吟诗唱歌毋是咧等人哦，吟诗唱歌是一个非常重要献予上帝的祭物。迄叫做俄勒的祭，是咱嘴唇所结的果子。咱爱将即7月时啊的时阵，你看外口人拢咧放三星树果，但是咱献予上帝是啥？上帝讲，咱用嘴唇所结的果子，俄勒上赞感谢敬拜，迄是咱咧向上帝献祭，所以。礼拜的时阵，会当提早来，迄是一个真水的敬拜。上帝欢喜你的心，咱的心嘛会当因为咱提早来参加到这个礼拜前的祈祷，咱会当伫迄个所在备办咱的心，互咱的心更较安静落来，更较有备好势。迄拢是一个真大的恩典，迄是一个祭司咧做的工课。咱安尼做，就是咧执行。祭司的身份，所以咱吟诗唱歌、祈祷、感谢上帝，咱听叹上帝的话。了后，咱又搁啥？咱伫奉献这个时间，其实嘛是咧执行祭司的服侍呢。咱听叹上帝的话，所以咱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咱照着去行，上帝。咱毋只会知影讲上帝爱咱安怎样啊做，做礼拜爱照上帝的心意来行来做，迄才是真正的做礼拜。若无，咱就是干那咧满足，或者是咧应付交代咱的宗教礼仪尔。那呢，迄就真可惜。咱毋是咧完成一个宗教礼仪。是透过这段时间，咱同齐透过听上帝话，并且恳求圣灵，互上帝话刻铭伫咱的心，了后咱会当照着安尼去行去做。你的活命，特别因为有新的营养分加添伫内底，上帝的话会正做药啊，会当。解咱灵魂的病痛，上帝的话
会成做营养分，互咱灵性勇行起来。上帝的话会成做溃力，阻挡咱莫继续去做歹的代志。只要咱将上帝的话刻铭伫心内底，呼求上帝圣灵来引带咱，你一定会当经历上帝同在能力的特别。这是另外一个代志是献祭。每一届咱去献祭的时阵，咱斟酌上帝在看咱献祭的时阵，毋是看祭司，是看迄个祭物。但是你得会记得一项代志：你咧献祭的时阵，当咱来到伫上帝面前，咱伫个所在献祭，毋是看我这个祭司哦，我伫要来献祭的时阵，上面我这个祭司本身爱备办好，另外上面我所要献的是迄个祭物有水无？咱若倒转去看利未记的时阵，献祭祭司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咧检查迄个祭物有盔骹破相无？有长底骹无？迄只牛啊羊有长底骹无？目睭有安尼剩一蕊无？耳仔有起徛无？身躯有斑点，还是去一个皮所在去下害去无？祭司爱去检查这物件。亲爱兄弟姊妹，咱家己本身是祭司，咱家己本身又阁是祭物，上面咱爱备办好来到上帝面前，咱就是祭司，咱家己嘛是祭物，因为咱是要甲家己奉献予上帝来路用。当每一届咱伫咧做礼拜咧奉献的时阵，咱迄个奉献的心志对也毋对？上帝咧看啥？看祭物。上面咱这个人有圣洁无？上面咱摕金钱出来奉献的时阵，咱存着的心是虾米款的心咧奉献？是讲上帝啊，我即马吼，甲这100奉献予你哦。上帝安尼，你有讲过哦，30倍、100倍哦，60倍哦。所以我今日奉献100，你这月日爱安怎？加予我1000哦。我奉献3000，上帝啊，你安怎？奉献予我100倍哦，加添予我100倍。亲爱乡亲啊，咱若安尼的时阵哦，是安怎？你和上帝做生意嘛，对无？啊，咱若要用做生意的心情吼来奉献，安尼吼安尼吼，若我啦，莫讲上帝，若我啦，若你甲我做生意哦，我一定甲你讲啥？做生意有输有赢，对无？有趁钱有了钱，好安尼你输就是输，啊无就无啊，对无？啊，就做生意啊，所以做生意就啥？有趁有输啊。但是我若是奉献呢？奉献是讲上帝，我感谢你。你尊留我的活命气息，你让我有能力工作。上帝，我所以对着你所得到，我用感恩甲敬虔奉献予你，因为我知影，若毋是你尊留我的活命，我这一切都安怎拢总无。所以我用感恩的心，将着你赏赐予我的，无论是阮囝予我的孝顺金。或者是我努力所赚到的金钱，或者是今仔日这月日所得到的奖金，上帝，我拢摕这一部分，上少我摕1/10来奉献予你，求你来接纳。这是表达我对你的感谢。那感谢，迄就是真正的奉献。迄都毋是做生意。若感谢，咱敢会伫迄个所在期待啥物货？咱若是甲人感谢，咱敢会伫迄个所在甲人讲，我甲你奉献，我摊拄啊摕50块互你，你爱等下爱摕500块还我呢？咱敢会安尼想？咱若是感谢，咱袂安尼。咱真正送一个人的礼物，咱敢会伫迄个所在？我今仔日要送一个礼物互你。了后时阵，拢讲公园仔我送你一个礼物，中秋节要到，我送你6粒蛋黄酥哦。你中秋节迄一天的时阵，就爱搁灌榴莲，搁灌一迄个凤梨酥，搁蛋黄酥摕来互我。安尼敢咧算送礼？
安尼毋是嘛？安尼就是咧甲人强迫嘛。但是咱若真正晓感谢上帝，上帝敢袂因为咱的感谢来受感动？你的囡仔为你做一点仔代志，你敢袂为伊做搁较济代志？如果咱会当安尼听咱的细囝，圣经内底主耶稣讲，恁的囡仔若甲你求一块饼，你敢会摕一个石头互伊？伊若甲你求一只鱼仔，你敢会掠一只蛇互伊？袂嘛？所以上主耶稣亲自安尼讲，主耶稣亲自安尼讲。那安尼，恁的天父敢无将好的物件来互恁呢？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做一个祭司，咱家己本身就是祭物。当咱奉献予上帝的时阵，咱是毋是摕遐上水上好的来献予上帝？这关系到咱家己的活命，咱的看法观念，以及咱对着人生的这个跨度，会拍开到什么款程度？并且有一个稳定是，咱今仔日做这事，和上帝好好的这个份内底，咱会当宣告下面。亲爱兄弟姊妹，来，你甲你身边兄弟姊妹讲，毋是干那牧师的祈祷有效，你甲伊讲。你甲伊讲吼，你的祈祷嘛足有效的。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我毋是讲吼，你拄着啥物代志，毋免请牧师替你祈祷。你含牧师会当甲你做伙祈祷，我嘛感觉真大的稳定。但是你莫干那想讲哦，牧师祈祷才有效啦。你千万都毋通安尼想，牧师都咪塞讲个。你听我的意思吗？上帝设立我做祭司，你嘛是做祭司，你知无？所以你的祈祷甲牧师的祈祷是安怎？同款功效，同款有功效的。所以人伫软弱病痛的时阵，你为伊祈祷，你一定爱，你心内底一定相信，上帝会当赦免伊，上帝会当医治伊。通过这款的过程内底，你含伊好好。因着伊的软弱困难得到解决，伊对你会有疼，伊会甲你建立感情，伊有一个新的身份，成做你的朋友，你成做伊的朋友。这互做甲上帝好好，甲人好好。所以对着咱的活命内底，咱真斟酌去注意，伫上帝殿中管理，才会做礼拜的代志，了负责献祭，才着上帝所定着咱的。礼拜的礼仪，所以啥怎准时来做礼拜的重要性会伫遐。了后，咱会当伊会当穿着特别有迄个象征意义的外套，伊会穿一领白色的幼麻衫。但是今仔日咱无穿着白色的幼麻衫，咱是穿着啥物货？穿着基督所赏赐互咱公义的外袍，所以咱才会当来伫遮敬拜上帝。这是个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伊正做教师负责甲上帝神圣的传统传承落去。这传统包括敬拜礼仪、医药的知识等等。所以这是的成分非常的伟大，非常的尊贵。亲爱兄弟姊妹，你是一个祭司，有互人甲上帝好好，互咱家己甲上帝好好的官兵甲能力。迄个祭司的身份，你得看重。彭老师、彭孟辉老师，伊奉献一生，伊才得到台湾的护照、台北荣誉的市民。圣经内底保罗先生，伊有一届互关伫家教的时阵，了后迄个官长伫迄个所在，甲伊问讲：你是罗马人哦？了后，迄个参务长伫迄个所在讲：吼，你是安怎摕到这个护照的？这个前副长讲啥？讲我开足侪钱的，才买到罗马的公民证呢。你呢？保罗讲一样代志，
保罗讲：“我自出世就是啊。”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基督为你付出代价，伫你受竞选的时阵，你就是成做君尊的祭司；伫你甲上帝好好的迄个时刻，你有一个新的身份，祭司，互人甲上帝好好，互你家己甲上帝好好，你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你的祈祷有能力有权柄，你会当做真济代志。这个身份毋是咱家己安怎，毋是咱家己去摕，是上帝呼召你。互你亲像甲阿伦同款，诚侪君尊的祭司，亲爱兄弟姊妹，保守这个身份，互你的身份会当，并且发挥你这个身份，毋好互基督徒干那诚做是一个政府咧，甲咱分类的名称啊！哦，台湾的基督徒人口有偌济，台湾的佛教徒人口有偌济，毋好互咱的这个基督徒的名称。敢若诚做政府统计的数字，基督徒这个名字是祭司，是医生，是上帝国的大使，你会当发挥迄个能力甲权柄，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得明白。彭王辉借着诗歌互福音团队，借着英语互台湾甲世界接做伙。亲爱兄弟姊妹，咱着爱特先使用祭司的身份。透过爱的行动，甲福音见证出来，互人对咱心上所得到的恩赐，咱会当用这恩赐，互人甲天父上帝三甲连做伙。人受主竞选是顶头生的开始，得到天国的身份，享受天父的爱。人进入祭司的职份的时阵，是行使这个责任，互人甲上帝和好。人完成祭司的责任了后，伊要得到活命永远存留的免流。所以你的人生是有阳光的，是有力量，是有快乐的。亲爱兄弟姊妹，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知影怎样明白上帝的话语，互咱会当进入上帝的恩典。下面我请这个瑞泽帮咱播一段影片。这一段影片内底，也互咱会当三甲做伙，咱会当同齐做伙来伫新的9月中旬开始，咱要同齐做伙来推广 SHIT 属灵间接性强度的训练。通过这个，咱要三甲锻炼咱身体以外，是要锻炼咱灵魂，互咱的灵魂的肌肉会涌起来，互咱灵魂勇健，互咱会通伫这个世代，亲像保罗所讲，今世风俗罪恶的时刻，但是因为有上帝的话语，所以咱会通三甲做伙伫其中，成做一个强盛君尊的祭司。咱下面的时间来看这段影片，谢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哇，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即将要开始了。70年、80年后的人，最时尚的休闲跟放松自己的方法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下班之后去 KTV， 下班之后去大餐一顿。而90年后的人呢，最喜欢的一个放松和体验人生最佳的方法呢，就是去到健身房。所以你可以发现呢，现在非常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健身房、体适能教室等等。而属灵的基督徒，我们呢也要进入了另外一个属灵间歇性的高强度的一个训练。那表示你本身就在训练，只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有一个更高、更密集、更重要的一个训练，好帮助我们属灵的肌肉、属灵的耐力、属灵的深度能够更加的强化。所以我们从9月18号到10月27号，在这40天当中，我们一样的鼓励弟兄姊妹们每天7章圣经，然后呢，1周当中我们选择3次的禁食，一次我们来为我们的国家来完成上帝的命定来禁食。第2餐呢，我们来为我们的选举完成神造这个地方所有最大的旨意来禁食。第3餐，我们来选择来为着
整个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神在这个地上最具代表性的属灵权柄。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教会一样的帮助教会进入命定，并且教会的命定能够使国家列国同时兴旺，进入上帝所造的那个属灵的救恩里面。所以呢，一周当中有3次的禁食，并且在这40天当中，哇，有一个重要的计划，就是在每一周5日落的时候，到每一周6日落之前，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选择放弃3C 产品。哇，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属灵间歇高强度的一个训练。为什么呢？让我们真的知道掌管我们生命资讯的神乃是主自己。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现在苏姿丰 AI 的领军的这个人，他在整个的教育的养成过程当中，他的父亲苏春奎教授也告诉大家，他们虽然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信奉基督的，但是他们却知道神的法典的重要性。我们也一起来，大家来进入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在这40天当中，我们拉紧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时间的专注力，让我们能够在这40天当中，我们能够同心的更深的读经、祷告、逐祭坛，更多的选择我们能够脱离食物的捆绑，更多的让我们的魂降下来，让我们的灵兴起。同时呢，我们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脱离手机的掌权，让我们的身心里都安歇，进入真正的安息，进入上帝对我们的祝福。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这个计划，也一起来参与这个 SHIIT 2023年第2阶段的训练。上帝祝福我们。我咧看这个推广影片的时阵我特别感觉建基遐爱推广这个影片。这为了台湾建国，你无好认真的推动，你看，全部拢是为了台湾咧祈祷的呢。所以建基你爱推广这个影片。所以呢，求上帝帮助咱9月18到27，咱3个做伙有40天。谈拄则老玉华牧师已经有甲咱介绍。亲爱兄弟姊妹，只有上帝话刻明伫咱的心，咱才有法度成做一个知影怎样照上帝旨意来行的祭司。才有法度成做一个，互咱甲上帝和好，也互咱成做一个模范见本，互上帝透过咱，互人看到咱甲上帝和好，甲上帝相连了，会带出什么款的福气出来，什么款的能力出来，什么款的官兵出来。基督徒毋是干那伫个所在听候上帝的赐福，基督徒是有能力去赢过困难的，去管理万项代志的。亲像玉华牧师谈拄则所讲的，咱毋是靠3C产品、电脑、手机伫迄个所在提供咱的资讯，咱上界重要的资讯一定是啥？关系咱生命甲灵魂的资讯是对倒位来？是对上帝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这日子真实来甲三甲上帝同行。望阮的身份，其中的一个是祭司的责任，毋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目标来活，乃是为着要建立甲人和平的打拼，互人会当甲上帝建立迄个美好的关系。迄才是咱存在伫这个世界。咱若甲主相同行，上帝就为咱负责所有一切到底，因为伊是甲咱立约施恩的主上帝。三甲码头来祈祷。天父上帝，你亲自赐恩甲阮同在，引带阮，互阮进入伫上帝你话语的力量甲权柄内底，互阮殷勤伫这事上，因为只有上帝你的话语伫阮的内面刻条明白，阮就会当伫其中照主的旨意来行。阮也要伫迄个所在去经验到，上帝你的话语亲像大锤，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安定伫天。并且你讲有就有，命立就立，一定要伫阮的心上，通过上帝的圣灵运行伫阮当中，互阮果然会通照安尼去行，活出满有能力、权柄的祭司人生。当这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咱有新来兄弟姊妹无？好，咱这时三个做伙，同齐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就亲像谈到遮，牧师甲各位讲的，每一届咱的奉献，
拢总是伫主上帝面前衷心的奉献、感恩的奉献，出自对上帝听从回应的奉献。咱三甲起立，同齐做来吟唱诗歌，同心来奉献。将我所有奉献予主，无一丝毫属家己，是强欢喜，诚心听主，万事遵照你旨意，奉献我所有，奉献我所有。归耶稣，前来救主，奉献我所有，将我所有奉献予主，甘心乐意全奉献，对待以后更加听主，永远甲主相结连。奉献我所有，奉献我所有，拢归耶稣，前来救主，奉献我所有，将我所有奉献予主，我的罪恶正罪成。你的圣灵大大充满，领受能力更丰盛，奉献我所有，奉献我所有，拢归耶稣，前来救主，奉献我所有。完全能的主上帝，就是迄一位赏赐你万项米响应的主上帝。伫逐样的善事上成全恁，佮加添互你属灵的信心，对伊有坚固的倚靠，并因为圣灵伫你的心中运行，互你殷勤读上帝的话，刻铭伫你心中，互你的年日伫上帝话语的引带内底。日日愈来愈强盛，互你诚侪世界的见证、上帝的见证，并且诚侪正人的祝福、上帝的欢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咱今日第一堂的聚会就到这，上帝祝福大家平安。